网前馆长陈志涵伫直播呛讲，要甲总统赖清德抬头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是表示讲这款受训的言论对国家无好处。也毋过，民众党党主席吴国昌是帮馆长解释讲，馆长讲话风格一向较无杂质。目前这案司法地检署已经交予重大刑案专组的检察官来侦办咯。美国保守派意见领袖塞斯顿访问台湾，专访总统赖清德。针对台海的冲突，赖总统讲，若是台湾方并吞，中国有更较侪亏力和美国扯拼，所以希望伫两岸关系会当继续得到美国总统川普支持。If he is able to convince Xi Jinping to permanently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, President Trump will surely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. 台湾处境艰难，赖总统对外强调讲，台湾有决心保护家己的国家。对来说是着网前馆长陈志涵伫直播公开呛声。赖总统伫初七头一届回应讲，这款受训的言论对国家无帮助。把赖清德的狗头斩下来，兄弟呀、爱担忧啊！真的，我日也思，夜也思啊。需要的是团结，而不是发表仇恨的言论，甚至诉诸暴力。我从政以来，不贪不取，每天都认真工作。馆长的斩首言论，行政院长窦永泰嘛讲，法律爱提出应该有的制裁。馆长的好朋友吴国昌是出来讲好话，伊讲馆长讲话无赞赞，不过伊无做歹代。我也请求馆长能够记得，当年他被枪击的时候，法律是怎么在保护他的。今天他用这种方式，他也会知道法律必须对他提出应该有的制裁。那你说这个人，通常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嘴巴很坏，但是你什么时候看过他做什么违法乱纪的坏事？从来没有过了。经政府回应讲，馆长言论已经超过言论自由的范围，刑事局已经主动收集煽动暴力的言论事情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。新北检已经收案，签分他日案调查，交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。后续会传馆长来做笔录。但志涵伫直播的时阵讲，伊的发言叫人彻头彻尾，嘛正是伫要互约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